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新历4月初9公司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洪敏珍。上斗阵来去看今日的新闻重点。国内疫情继续在咧行，今日增加442例本土个案，1例死亡。加高雄公路场所的疫情已经传到台南、屏东。大甲马昨起桥要无点挂钟，在咧大甲溪桥，就有人因为行车纠纷拍起来。今日下晡点挂乱桥已经驶到彰化关。昨汤圆八德外役加甲有受刑人加工买便所，转逃窜出去，到尾11点钟，即马警方已经抓到人。今日的国内新增加442例的本土个案，各创今年过一天上界最的纪录。今日嘛增加一位死亡个案，伊是90多岁的时代，到大拢毋捌做过 COVID-19 的疫苗。咱南部5个县市今日加起来有68例，其中特定5路场所的疫情已经对高雄传到屏东甲台南。工作人员赶紧消毒确诊者捌去过所在，南部疫情继续升悬，初9、5个县市总共新增加68例，嘉义县市总共10例，台南6例，高雄38例，屏东确诊数也增悬有14例。大帝国娱乐场所相关的一个群聚确诊案就是26791，她是一个27岁的女性那裁剪确诊屏东14例内底有10例来自特定的5路场所，拢甲高雄有关系。除了大帝国，高雄一个确诊者因为报告屏东一间小食部消费，也造成内部的员工甲人客总共9个人确诊。除了屏东以外，台南也有一个确诊者是高雄雅阁确诊者的家属。另外，高雄来自特定的5路场所个案就有20例，其中16例是雅阁会馆互相收的传播链。16例基本上在我们的扩大匡列以及裁剪的对象当中。都是属于在既有确诊个案的接触者不管是跟他们一起吃饭或者是一起同游的这些，我们经过扩大匡列而衍生出来的一些个案。高雄市府表示，这阵调查也有爆裂的速度，已经慢慢赶上疫情拓开的速度。呼吁甲确诊者捌去过同款所在民众赶紧到检查站来检查。另外，南部除了5路场所疫情，嘉义市、甲北国小、甲嘉义高中分别传出有3个学生甲1个老师检查出阳性。国小已经宣布停课到18，也分别派人做消毒，并且通知相关的师生甲家长来进行检查。不过有4个人是早起才检查出阳性，这阵是也无暗号。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呢，今日的确诊数有关是全国上多，有143例本土。新北市大兴市办轻症伫厝照护，病院会先用电话访问，准若镜头比较恰当，就会送去病院。轻症的甲无镜头的病人伫咧厝，就必须爱用 App 汇报健康状况。全台疫情一直拖，新北市首先市办轻症集体照护。新北市长侯友宜初9甲各局处首长开会讨论详细情形，确保计划顺利执行。地处照护关怀中心即要实施，提供轻症无症状患者协助，分做生活关怀、健康照护2大系统，完全可以掌控整个生活照顾跟医疗照顾的所有的细节。确诊的病人会先接到病院的电话评估状况，当前分流送到集中检疫所，也是专职病院。若轻症无症状，会使直处照护，由卫生所协助设定电子围篱，也佫有下载 App。每天爱写3摆健康问卷，病人伫直处照护过程中，病院的远端来监测，主动联络。若患者出现身体无爽快，7大医疗责任区会安排时限的诊疗，提供直处送药，也是后送病院。那至于这个居家的这个采买这些呢，我们都会协助给予这些居家的人一些资料，让他们呢可以跟物流公司直接就是做一些这个定制。新北市29个区公所地处照护关怀中心提供生活采买资讯、关怀箱的派送、粪扫清运、通报照顾需求者的10大协助，在下甲中央详细来核对详细情形。新北市初9新增加143例本土确诊，全国上多。贵人是增加39例本土确诊，是毋是甲新北同款展开轻症地处照护也受到关心。不管是无症还是轻症，他毕竟还是确诊者。那我是认为说，不管是无症还是轻症，这个都必须要经过评估。贵人爱心检查继续查出社区乌数，总计查出18例确诊。林佑昌宣布，全市157例发放第2波快速检查试剂，佮加发36595剂，持续发现社区感染源。记者综合报道。
总统蔡英文呢，因为捌甲较近的亲人接触过，昨开始自主隔离10天。捌甲伊开过会所争抢甲陈时中，连自主健康监测拢无需要。就有人质疑讲，教育部长潘文忠捌甲家人市长林右昌接触过，煞着爱自我监测3天，这敢是标准无共呢？指挥官陈时中是回应讲，因无直接接触到确诊者，佮加上有做好防护，所以无需要自主健康监测。有时候转弯的比较紧，有时候转弯比较松，没有了。解除自主健康监测，拄到特定官员道商标的讲法，指挥官陈时中轻松回应外界质疑。也毋过国界认为，总统蔡英文已经进行伫厝隔离10天。也毋过，捌甲总统开会的行政院长苏贞昌指挥官陈时中，煞伫总统以测阴了后，迄天的4点钟内就解除自我健康监测。反过来看，教育部长潘文忠捌甲家人市长林右昌接触，煞自我健康监测3天，互外界质疑，防疫标准明显无共。我们都是总统的接触者，但是是不是密切接触者，那还可以再讨论，因为我们都有适当的防护在。根据陈时中的讲法，接触者 PCR 检测结果还未出来时阵，会有一段空窗期，会要求接触者的接触者进行自我健康监测。一旦接触者 PCR 阳性，那接触者的接触者就需要隔离。也毋过，那接触者 PCR 结果是阴性，接触者的接触者有做好适当防护，就会当解除自我健康监测。标准只有一个，指挥中心已经有明白的宣布，我的健康状况也很好。本土疫情退烧，各县市除了南投县拢有增加病例，442例本土病例，各创今年单日新高。其中增加1名90多岁长者就被死亡，是国内计划2个月出现的死亡个案。如果有定序出来的话，应该还是 Omicron， 不过应该会是 BA.2 这个方面。指挥中心分析，最近本土病例中70岁以上致死率、重症率上悬，提醒长者注第2、3期疫苗加强防护力。65岁以上长者注疫苗500块的奖励措施，原定4月17日就延长到5月底。记者综合报道。咧桃园龙华科大即马是检出有4个学生囡仔确诊，市府透暝替500外个宿舍学生做体检。到昨为止呢，国内停课的就有15个县市，181间学校。台北市政府就呼吁讲，指挥中心甲教育部就爱赶紧修正停课的标准。放假期间，想要入去学校，又按遵守各项防疫规范。台北科大流失团所2个学生确诊，学校宣布即日起到13全面远距离教学。今日以台北为例，停课学校总计有30间，1万241名师生受到影响。一定会修的，只是，哎呀，我跟你讲哦，新常态就是不断的修正嘛。桃园市设备暗时增加6个学生怀着，其中龙华科大占4个，学校赶紧停课，并且为带宿舍学生采检。警告未少师生烦恼讲，现行的停课制度可能会有学生的教育权益受到影响。针对龙华科技大学的这个部分呢，我们总共采检了517位，那4位是阳性。学校在这个连假过后，6号、7号、8号3天，其实都是采线上教学的部分。那因此这4位学校是没有到学校的。那学校也停课到4月18号来复课。动辄停课其实并不是一个太好的现象，因为我们看到的现况就是中重症率非常非常的低。要去让这个政策看确定之后，我们就让大家去习惯，不要过度焦虑。疫情毋拉伫学校摊开，桃园团出新增加41个确诊个案内底，有16个拢是来自高山某科技大厂的移工确诊案例。包括移工宿舍的这个同住的移工后送到集中检疫所，那这个群聚感染的事情哦，主要是因为这移工具有这个群体生活的这样的特质，那很容易造成群聚感染。明明是放假日子，不过观光工厂暂停营运，因为测试暗时工厂有外籍员工确诊，后续佫增加16个人怀着，所以讲扩大全厂来采检，即阵也伫检验中。该公司有103人伫厝隔离，宿舍厂区已经完成消毒。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台中大甲妈昨暝起桥约无点外钟，伫咧大甲溪桥，就有人因为行车纠纷拍起来。但今年因为疫情，信众是比往年佫较少，加上袂当软桥卡，今仔日下晡点关呢，这乱桥已经驶到彰化县。
西北暗时11点，大甲妈起驾，马祖乱桥，敢若用3分钟就行出庙埕，创下纪录，正式展开9天8暝的了境行程。不过因为国内疫情一直清悬，今年的了境有真侪防疫政策，除了必须要全程挂嘴安，嘛一定检验出疫苗，有出3档的 OK 卡。另外，印度宫庙甲学校是无开放互人休困，也部分了境民众感觉是无方便。以往寺庙都有开放，让这随香客休息，今年通通不开放。可能一些补给站真的是少蛮多的。今年大甲妈除了创下出庙埕上紧的纪录，头一天入去的彰化县的学地也比往年紧大约1点钟。因为疫情的关系，除了境人数较少，无开放互人软桥卡，也互这个行程有较顺。虽然人数有较少，一嘴也无毋对，不过大家真守规矩啦吼。沿路来，大家拢无软桥卡，我感觉咱台湾人的水准非常的真悬。大甲妈乱桥头前自家彰化南庙宫，往年彰化县府拢有开放中庭，互民众来休困。不过今年为着避免互相烧话，敢若限量开放54个长形的红色的架啊，民众爱登记才有法度入去县府来休困。同意好。不过大甲妈起驾不过1点钟，就6个人伫大甲开桥，因为行车的纠纷相拍，真侪人受伤。附近特勤的警察赶紧去控制。讯问了后，甲6个人依照自强相拍、伤害罪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健保部分负担的调整方案5月15日就要开始实施，包括药品、慢性病药品、药单、检验甲急诊的费用拢会起。健保署预估有1177万人的负担，会因为安尼增加。一个月要7、8次啊，我要拿很凶啊。已经70外，肝甲腰子功能拢有问题，每个月拢要登记回诊摕药的这个阿伯，一直讲健保部分负担来调整，对伊的影响真大，烦恼未来医疗支出会增加袂少。对老人家影响很大，现在景气又没有很好。健保部分负担调整方案5月15开始正式来生效，未来领药啊、甲检验检查、挂急诊部分负担拢会增加。急诊费用起上最是轻症到大病院的急诊看病，若是减上分类在4级到5级，会对550块提悬到800块。另外，慢性病药签费原本是100块以下免费，100块以上上最是200块，新制加收20%。科学病院、医学中心上最是300块，基层诊所维持上最是200块，抑过第2摆开始免部分负担。另外，门诊的检验费原本是免收费，医学中心的加收20%，上最是400块，基层诊所也增加10%，上最是100块。抑过新制也放宽2项，基层院所的检验检查免收急救，对500块提悬到1000块。药品加检验检查对50块提悬到100块，影响人数可望对1318万人下降到981万人。重大伤病，或是有一些政府已经有补助的话，他们是免部分负担。健保署估计这波调整大约是51.2%的民众会受到影响。以全台湾的人口来推算，至少是1177万人就医的负担会增加，每天大约是加4块，一年会使挹注健保大约是99亿。记者综合报道。乌克兰东部的城市克拉莫托斯克的火车站，初八去互罗西亚的飞弹攻击，造成约100人受伤，上无有50个人死亡，其中也包括有5个囡仔。那飞弹顶头竟然有用罗西亚语写讲是要互囡仔的一几字，不过罗西亚讲这不是因做的，佮骂讲这是乌克兰家己拍人花救人。互飞弹拍到车站广场，4架是乱糟糟，涂骹毋闹真侪血粒，就连囡仔逃走所在的红仔也互灰染红去，互人感觉真毋甘。另外，飞弹顶面也互白色喷漆写着“互囡仔的俄文字”。乌克兰东部城市克拉莫托斯克的火车站，当地时间早起10点外，车站的等车室强互一粒飞弹拍到。当时车站的周边有大约4000名准备要撤离的民众。乌克兰官方统计，攻击至少造成50人死亡，内底包含5个囡仔，另外也有98人受傷。Воєнний злочин Росії, за який кожен, хто причетний до його скоєння, буде притягнутий до відповідальності.
7月迄天，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拄好来乌克兰，也是乌克兰甲俄罗斯战争45个天来造访的最高层级欧盟官员。冯德莱恩先到河谷军摧残的布查镇，亲目睭看到当地情况，明显感觉真震惊。当时也答应会真紧来审核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停书，亲手把加盟的表单摕予泽伦斯基，也批评乌克兰东部车站的空袭。And I was deeply shocked to see that on pieces left from the shelling, the Russian had written, "For our children." The cynical behavior has almost no benchmark anymore. 美国国防部7月指出，俄军利用研发的土耳其2点飞弹，也和北约称作圣甲膛的底层弹道飞弹攻击乌克兰东部车站，也毋过俄军是好临发动空袭，更加批评是乌克兰政府自导自演的手段。对着这个事件，联合国秘书长发表声明，强调对着民众攻击已经明显违反国际人道甲人权法律，绝对会追究责任。公视新闻郑元庆编译。美国的参议员霍利提出台湾武器出口法案，希望美国国会会当赶紧审查，让台湾量早摕到关键武器。另外，美国副国务卿麦肯伊也当 WHO 秘书长谭德赛面呼吁讲，应该爱护台湾参加 WHO。中国对台军事威胁不断，美国参议员霍利认为，拜登政府当甲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才提供援助。美国袂当伫印太地区阁发生这款的代志，需要确保台湾有充足自我防卫的武器，包括水雷、反战车飞弹、会当炸的防空飞弹，甲其他无对称防御能力，阻止中国入侵。所以提出台湾武器出口法案，加速对台运交关键武器。This is why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take that action right now and not to wait, get behind the 8 ball. I've introduced the Armed Taiwan Act, which would establish the Taiwan Security Assistance Initiative. 台湾武器出口法案内容讲到，将重新指定台湾是美国出口管理条例 A5组成员，甲北约成员国的同齐，加紧许可审批甲消除行政障碍，也将国会对台湾军售的审查时间缩短一半。而且分析法案会当加速军售进行，实质常态化，让台湾这样子的一个军售的一个地位可以法律化，不会随着美国政权的更迭，就是忽而是这种包裹式的，1年只审查一次。外交部感谢美国国会议员持续透过提出法案等具体有我作为，展现对台湾安全的高度重视以及坚定支持。外交部表示，将继续关注法案的后续进展，深化台美关系。另外，美国副国务卿麦肯伊7月甲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会面，讨论世卫组织的财务甲改革。麦肯伊也佮当面向谭德赛呼吁，应该予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WHA） 展现挺台的力度。记者综合报道。在桃园八德挂疫加压，昨有一位犯人假讲要去便所，结果全八围墙钻出去，佮偷牵脚踏车一路骑到台中清水，过暝11点钟就去互警察抓到。骑头牵来脚踏车过大路，一路向南来逃亡。这下晡1点38分，桃园八德外一家一个4人的受刑人，原本伫家内底洗车场工作，假借便所却是变过较矮围墙来逃走，一路对桃园八德南下骑到台中清水，大约是129公里。警方接报了后，成立专案小组来追捕，调看400外机的监视器，调查这逃走的路线。4名查甫人逃亡，大约11点钟，在7月0点50分，在台中清水落网。专案以窃盗罪、脱逃罪来侦办。拖来的一部自行车一路南下，那专案小组立即南下进行查缉。那在今日凌晨0时50分的时候，在台中市清水区中山路一带查获林显。由原一家采开放式戒毒的管理，被称作无围墙的家，不过申请的条件真严格，身心健康也有反悔意思。若是毒品、家庭暴力、性侵害加累犯是袂用申请的。由这个原一家会使互受刑人伫假日登记厝的。根据交政署的统计，18年到109年11月初2，一般家逃走的受刑人有8人，原一家逃走的受刑人有
有39人，内底有35人是转去厝的无转来。8得的外一家指出，4人的查甫人平常时表现良好，离顶摆转去厝的探视还阁过不到1个月。没有返家探视的部分，像我们这一次接到说他没有返家探视，我们第一个时间就由教诲师会去跟他们通知这讯息，先安抚他们情绪。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给他们安排所谓的电话接见。8得外一家的回应，疫情严重，配合防疫。交政府4月初暂停受刑人放假出外，看情况才决定开放。4人的查甫人讲想要放假，引发多家的风波。外一家管理是毋是螺丝松去？家方面指出，未来会再加强辅导其他受刑人，避免这状况再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台语文康榜女性台语作家青文写的小说《18仔的滋味》，即阵互乐剧团摕来改编做戏剧，结合各种的红仔，呈现女性的润命甲束缚。若是做咧耍，做咧拼，做咧无爽快，就爱白花油起来推咧，也是沙龙卡斯起来打咧。92岁欠五嘛，扣搁欠卡搁减10点，伫咧人生最后的时间，甲伊的灵魂同齐唱出酒歌顾家数十年来的苦楚。这几十年，我甲阿母大煮饭好食，搁斗3工，若要加一份嘛是阮兜加一份。斗3工，唔得借头诶，哈。每一个的媳妇呢，其实都是用不同的偶的形式，还会有一个真人演员跟他做一个对照，好像一个人是他的意识，一个人是他的肉身，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红仔爱人了活跳，红仔师傅的手骨就爱有够美丽。这出乐剧团伫咧台中国家歌剧院搬演的《欠五嘛要起行》，改编对台湾女性台语作家青文所写的小说《18仔的滋味》，呈现农业时代传统女性安怎辛苦换家，要望后生新妇拢合好的心情。这小说内底是写较古早的代志，古早的女性，但是现代的女性也是有做者束缚的。这本小说的台语是真正是有较困难，较深，所以嘛是有特别选较会晓讲台语的演员。全台文的剧本，毋若互30几岁的少年演员睇到的时，心惊惊，安怎呈现女性的论命，也考验演技。以我实际年岁爱搬92岁，这个是对我来讲是一个真大的挑战。啊，当时因为嘉豪曹偶师伊帮我操这个红仔，我就是伊就是我，默契，我感觉是较困难的所在。因为疫情，这出戏拖了1年，即阵总算伫咧剧场演出，带众人用台语甲女性的观点，看传统女性面对社会甲家庭冲击坚强的迄一面。记者阿敏真曾派文张玉水台中报道。明仔载天气变化啥款，带观众朋友到店来看气象资料。先来看伫咧北部，温度上低19度，上悬30度。伫咧中部，温度上低19度，上悬29度。伫咧南部，温度上低20度，上悬32度。伫东部18度到27度。伫咧金门、澎湖、马祖15度到25度。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是敏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